来念台语囡仔歌。油炸粿，油炸粿，杏仁茶，见着警察咕咕白，碗公拢破4、5个，警察掠去警察家，叫阮双脚徛齐齐。哎呦喂，大人啊，阮后摆唔敢卖，阮后摆唔敢卖。华语解释台语儿歌：炸油条，炸油条，杏仁茶。看到警察一直爬，碗公打破4、5个，警察抓去警察厅，叫我双脚站整齐。哎呦喂，大人呐，我以后不敢再卖，我以后不敢再卖。本视频的闽南文字和音频都是由台湾的许丰都老师提供，多谢许丰都老师，感恩。制作：于良人，竹家轻松来学闽南语，主编。请支持我，请点击 subscribe， 再按小叮当。按这里进入竹家轻松来学闽南语脸书专页。按这里看更多同系列影视。